鯊魚膏賽事前瞻，加入我哋免費貼士群組，穩贏攻略搶先睇。8月23號凌晨3點，英超聯賽，主隊韋斯咸對客隊車路士，鯊魚哥信心推薦讓球客勝，讓0.5到1球。主隊基本面分析：韋斯咸新賽季英超首輪踢完，排聯賽第19位，只踢咗1場，仲未攞到積分。球隊整體狀態好低迷，近10場各項賽事攞到5場勝利，2場平局同3場失利。進攻端時好時壞，總入球數唔多，防守端反而爆出好多漏洞，失球數好高。上一輪聯賽佢哋客場對陣新特蘭，結果大敗輸波，1球都入唔到，防線仲俾人多次突破。近況嚟講，球隊喺友誼賽有個反彈嘅跡象，但正式比賽又變得軟弱，入球能力不足，失球數仲持續偏高，球員傷停情況好嚴重，連門將位置嘅關鍵球員都因為腳位問題缺陣，仲有邊鋒同中場幾個主力因為肌肉或者韌帶受傷踢唔到，咁樣直接削弱咗球隊嘅攻防平衡。戰意方面，作為主場作戰嘅倫敦球隊，韋斯咸急住要扭轉頹勢，避免跌咗入降級區，但陣容唔整同埋近期狀態波動，可能會影響佢哋嘅表現。總體嚟講，球隊而家喺調整期，急需要提升穩定性。客隊基本面分析：車路士首輪踢完排聯賽第11位，踢咗場和波攞到1分。球隊整體狀態幾穩健，近10場比賽攞到6場勝利，2場平局同2場失利。進攻端多點開花，入球數都幾可觀，防守端亦都相對穩固，失球數控制得幾好。上一輪主場對水晶宮，雙方都冇入波。車路士雖然入唔到波，但係掌控住比賽節奏，射門次數都佔優。近況嚟講，球隊喺友誼賽同杯賽表現好強勢，入球效率較高，失球數維持喺低水平，睇得出戰術執行力幾好。球員傷停方面影響唔大，淨係中衛位置有幾個球員可能因為疑似受傷或者肌肉問題缺陣，整體陣容深度夠，前鋒同埋中場呢啲關鍵位置都保持完整。戰意上，車路士一心想衝擊聯賽上游，客場作戰都想攞晒3分，保住上賽季嘅競爭力。球隊紀律性幾強，配合又有默契，但要留意客場作戰適應嘅問題。總體嚟講呢，車路士狀態平穩啦，整體實力同調整能力都幾強。今場重心推薦俾大家，車路士讓球客勝。各位波友們，加入我哋嘅免費貼士群組，緊貼賽事狀況啦，幫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頻道，支持鯊魚膏啦。新一季一齊睇波，一齊分析，一齊分享資訊。